凭着演出犀利人妻、小三角色爆红的32岁女星朱芯仪，2011年嫁给贾静雯弟弟卫斯理贾子晨后，陆续生下2子，今年元旦又宣布怀了第3胎女宝宝。目前怀孕快5个月的朱芯仪，昨天23日出席公开活动时透露，怀这胎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一开始胎盘剥离，去年12月又因为踩空楼梯头破血流，一度让卫斯理泪崩，担忧保不住女儿。综合媒体报道，朱芯仪宣布怀第3胎后，昨天首度公开亮相。怀孕快5个月的她，四肢依旧纤细，看似没变胖，不过状况却很多。一开始因为太劳累、提重物而胎盘剥离，医生要她多休息。去年12月又因为半夜哄完儿子睡觉，想下楼倒水喝，却不慎踩空楼梯，后脑勺着地的她当场头破血流昏了过去，让卫斯理因此泪崩，大喊妹妹会不会怎么样，最后送医缝了2、3针。等到状况稳定后，朱芯仪才在元旦公布喜讯。她笑称一家3个男人对于妹妹即将到来都非常开心，2个小哥哥已抢着要照顾妈妈和妹妹。她笑称，虽然儿子已有超萌表妹布布和勾妞，但还是经常说想要自己的妹妹，因为布布和勾妞不会和他们住在一起。